我的醫治已全額償還。彼得前書2:24，被他釘在十字架上，親身擔當了我的罪，使我既然因罪而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了醫治。神對我生命的旨意是醫治，我相信我已經痊癒了。約翰3書，親愛的弟兄們，我願你凡事興盛，身體健壯，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。我悔改我過去一切違背神之道和神對我生命的旨意的想法、言語或行為。使徒行傳3:19，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，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。我選擇饒恕那些得罪我的人，我不再冒犯他們。馬可福音11:25，你們站着禱告的時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，就當饒恕他，好叫他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罪。